劇情嘅結構先。由50至58分鐘咧，其實就係阿 Rick 引班警察去練靶場，然後殺佢哋啦。然之後咧，阿 Rick 殺阿楊生，然後再向苗智信咧喺鬧市中咧就發起挑戰嘅。總之就話咧唔放 Jolene 嘅話咧就會有人死啦。咁之後由67分鐘至到80分鐘度咧，就係講苗智信拒絕放 Jolene 啦。咁阿 Rick 咧就開始殺啲警察啦。第一個咧就殺死阿 Jo 先啦。咁呢個阿 Jo 咧亦都係一個改槍高手，係阿苗智信嘅同事。咁但係咧佢不嬲都好針對阿 Rick 嘅。咁阿苗智信咧就為阿 Jo 嘅死咧就發癲啦開始。而嚟到呢一度咧，其實我都知道編劇啦，某程度上係想將苗智信咧塑造到好似阿 Rick 嘅另一個版本咁樣噶。根本咧苗智信同阿 Rick 係同一種人，只不過咧係因為唔同嘅際遇咧而令到有唔同嘅結局。我認為呢種